叫咗你唔好亂咁撳噶啦，撳下咧，啲 hacker 就會撳翻你轉頭啦。今次你又好彩，係失咗少少金嘅，下次咧話唔定咧就冇咁好彩啊！不但止失金，失埋身添啊！hacker同你睇全相，佢話你骨骼精奇咧，又好玩，又有好奇心，又貪小甜頭，咁佢釣你就對你唔住啦，朋友係咪啊？咁我哋講下有咩可以防範於未然嘅方法，咁先教你先打3支針先啦。第一針咧就叫捲起衫袖，不受利透，唔好再貪小甜頭啦。OK， 第二針叫做黑帽除得快，就有好世界。一遇到片就即刻斷線斷糧斷水，將個 SIM 卡抽走。第三針要留案底，做個底，免日後一身蟻。呢3針打硬噶啦。仲有啦 ，Philip Sir 咧順便喺度氹尾啲，再講多2句。你未出車去呢一個報案之前，喺車上一定要保持鎮定，氣定神閒啊！做2件事，第一件事就將你嘅係卡嘅卡 center 嘅電話打通去，先 cut 晒你所有名下嘅卡，以保萬全啦。繼而咧就將你嘅係運作口暫停凍結10日。另外一件事，唔好忘記將呢件事講俾你嘅親密嘅朋友、家人知道，等佢哋俾啲支持你，等你唔好咧呢一個咧就係失慌啊。OK， 好啦，最後咧有一個經驗同大家分享嘅，係啦，政府成日賣廣告，話你遇到呢啲事就對打18222，我講俾你聽，個結果咧就等於你揾到天上嘅冰柱，春天嚟到就會自動融化啫，咁你明咯？咁由咧就烏咧變精靈咧，真係冇相睇到嘅，係啦，唯有係練心，要從心出發，係啦，做到精靈、精明同埋係冷靜，就係防 hack 嘅最高嘅法寶啦。今日賜3個法寶俾你啦。咁如果你想再拎多啲嘅話咧，咁你請嚟聽我講座，點去防 hack 咧？係啦，撳入條 link 入邊，去呢一個時候拎票啦，係啦，我哋會喺16號會有一個咧就係 Zoom 嘅講座，就係講如何防 hack。係啦，我會公布好多係防 hack 嘅法寶，同埋咧就係將你防 hack 嘅心態點樣矯正，從而幫到你遇到呢啲事嘅時候係一個淡然處之，唔需要慌失失，係啦，以保萬全。OK， 好嘛？好啦，咁咧就呢一個我哋喺講座上面見啦。OK， 記住，咁呢條 link 入去做會員係免費嘅，係啦，咁亦都有一啲係 PDF 嘅禮物係預備咗俾你嘅。好，到時我哋見，一齊傾下。